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秒懂新聞。深夜嘅大角咀本來一片寧靜，卻突然爆發一場緊張嘅持刀事件。2026年2月8號凌晨0時左右，警方接到市民報案，話一名女子喺大角咀大全街同旺堤街交界處手持菜刀徘徊。警員火速趕到現場，發現涉事女子姓杜，40歲，身上明顯帶酒氣，手握一把大約30厘米長嘅菜刀。據了解，事發前杜女士同男友嘅2名朋友因為一啲日常小事嘈起嚟，爭執越演越烈，引嚟途人注意，有人即時報警。杜女士一怒之下返回附近住所，取出菜刀再折返現場，但係爭執對方已經離開，佢就獨自持刀喺角祥街一帶走動，情緒仍然不穩。警員到場之後大聲勸說，要求佢放下武器，保持冷靜。經過一番溝通，杜女士終於聽從指示，警員成功將佢拘捕。成個過程冇人受傷。事後，杜女士由救護車送往廣華醫院檢查同清醒，案件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8隊跟進，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。不過因為現場警員嘅警告聲較大，加上緊張氣氛，附近居民聽到一啲響聲，一時誤以為係槍聲。有人即時喺網上發帖詢問，擔心發生嚴重事故。警方事後清楚澄清，警員只係着住戰術背心等標準裝備，並冇使用槍械。呢一次誤會雖然引起短暫恐慌，但係亦都顯示市民對街頭安全嘅敏感度好高。呢一單事件雖然有驚無險，卻讓人反思酒精如何放大情緒，釀成危機。酒精會抑制大腦嘅自制力，讓原本嘅小矛盾迅速升級。香港近年醉酒持械或者滋事個案屢見不鮮。根據香港法例，任何人冇合法理由而喺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，即屬犯罪，可判監禁3年。即使未傷人，單係持刀喺街頭徘徊，已構成嚴重威脅。醉酒鬧事本身亦都可以按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罰款或者監禁2個月。法例嚴厲，目的係保障公眾安全，亦都警示每個人酒後絕不能失控。喺高密度城市如香港，深夜街頭本該安寧。大角咀作為住宅密集區，居民對此類事件特別敏感。事後有街坊分享，聽到警員喊話嘅時候，心跳加速，擔心屋企人安危。呢個反映出社區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維護，要避免類似事件，關鍵喺預防。飲酒時務必適可而止。衛生署建議成年男士每日唔超過2個酒精單位，女士1個單位。一單位大約係1小杯啤酒或者半杯紅酒。飲酒之前最好進食高蛋白食物，如牛扒或者果仁，減慢酒精吸收，切勿空腹混飲或者急飲。每杯酒後跟1杯水。情緒低落或者壓力大嘅時候，更應該避免借酒消愁。若果發現身邊朋友醉酒亦激動，應及早勸阻或者尋求專業支援。香港有東華3院戒酒計劃、衛生署酒精問題篩查等免費服務，及時介入，可防患未然。遇到醉酒人士失控，千萬唔好硬碰，保持距離勸導，同時即時報警。警方處理呢一類案件嗰陣，以保護公眾同自身安全為先。呢一次大角咀事件就展現咗佢哋嘅克制與專業，靠清晰溝通化解危機，而非武力。各位聽眾，呢一單大角咀醉酒持刀事件最終和平收場，值得慶幸。但係佢敲響警鐘，喺香港快節奏生活中，壓力無處不在。小酌可以，但係絕不能俾酒精奪走理智。飲酒要節制，情緒要管理，遇問題識得求助。只有咁，我哋嘅社區先至更安全，每個夜晚都可以安心度過。感謝大家收聽。